人讲也一波嘅啲筹备时间呢，台湾喺模型增加扩增计案，台湾基金联等青年都模型增加扩增计案呢，都喺近毕业嘅时间呢，我来挑战喺总共来到8年模型增加计案，亦咪係千重嘅記錄哦。也關於來呢，一啲機會限算係一個，認真講一啲台灣嘅防疫其實係做到非常嘅嚴條。古種嘅沙下來呢，大家呢都係進來討論講，也到底呢那種時將會開始來解封。佢針對解封也部分，其實呢仲喺台北市、韓國有新北市，也呢一啲地方政府都已經開始啲討論了。從喺啲早晨嘅時間呢，一啲台北市嘅副市長黃珊珊呢，佢主要同大家呢來講到嘅，就係講呢，一下呢台北市呢，其清楚要係用一啲穩定社區防疫，韓國有帶動民生經濟應用嘅方式，天天呢我來解封。對5年18嘅其實呢，會用三種方式來針對嘅台北市政府嘅有關公共場所也未來進行開放。嘅條例呢，為做到實名制，韓國有幅度做唔得超過53年，然後呢，睇下呢係做唔得強下來示範。嘅假使呢要做到23項措施嘅公共場所，就做得有條件呢來運用哦。從喺台北市嘅客家圖書養飲中心，就做得呢開放本年呢來加以判發通嘅。韓國呢仲係個企業提供所，一下呢咪做得開放本年去判發通進行相關嘅消費活動。然後呢，啲新北市鴉片啲早前嘅時節，新北市長侯友宜你要同大家共享新嘅措施。最講呢，一下台灣嘅疫情已經漸漸嘅有卡翻呢，故況呢嘅繼續同大家講，假使呢民眾呢做得保持社交安全距離，故況呢嘅往外就做得唔是來帶罪咩？嚟睇一下一個新北市長侯友宜啲早前嘅時節，佢係用嘅來講呢。除了校園以外，室外的場館，我們現在以500人以下為原則，在這原則底下，還是要保持社交距離。那至於只要能夠確保社交距離，尤其不生病，生病了還是要戴口罩。確保社交距離，在戶外，我們可以不用戴口罩，不過人數還是要在500人以下的控制，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確保社交距離，生病的也需要戴起口罩來，讓我們在室外活動的過程當中，還是保有一個新形態的安全生活模式。不過呢，初時呢，其實呢，新主要呢，就係講一條地方政府啊，一下呢，為了開始供應，指揮中心提出來嘅防疫新生活的運動，希望呢大家呢不用卡強鬆地位，唔過呢嘅自家經營呢豐富措施，牢記做好來，嘅從共享一條相關的法通，就做得悄悄的來用開始來噴法通哦。講到嘅法通呢，都會提供嘅世界有一類對所有學生嘅來講呢，有啲動態嘅法通，就講貴重會考啲填工人就會來舉行嘅。今年嘅貴重會考呢，佢考試嘅時間就係禮拜6，韓國有禮拜日會來舉行考試。佢針對應用嘅考試，其實仲係教育部嘅，就由地面署方發出嚟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呢，要來注意按度乜嘅。佢從啲具體地度呢，就同大家呢，考試以前呢，大家呢心情呢，要比較輕鬆的地位。韓國呢，提醒大家盡量唔好一條惡壓咗人工嘅做鬧事，希望呢考試呢，還是保來保持平常心，不用強鬆地位，就唔會呢考試。韓國呢提醒大家呢，咩來保持上來帶東西呢，就像係準考證係天錯為帶嘅，然後呢就係別啦韓國有從出嚟啦，韓國有JMA一部分呢咪係天錯為來帶嘅。韓國呢咩同大家講，就係講啲考場都好呢，咪希望大家愛全場帶定 JMA。啲考場仍然到考場以前呢，咪會來量體溫。韓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去到考場以前呢。嘅運用嘅來一批嘅行嘅通線可能會引成防疫呢會左右地位調整，然後呢有一類動貼片咧就講，每輔以嚟到親戚朋友唔好批定考生去強下考試，就講講一到所有嘅空間都可能人會睇到，可能呢會影響一到政府來作為防疫措施。也呢前面我同大家來做提醒，就講也俾考試呢清楚用呢就講，考生呢未愛啲考試時節全場都係帶定最咩，韓國呢啲考試時
时节，市场啊从高制度风嘅从门店未来大块，希望呢嗰啲考场呢为保持通风哦。韩国呢就系亚条温度超过37.5度，建议讲温度超过38度就总得来考试嘅。假使呢，你为做自家隔离、自家检疫的考生，为啲一整日30，韩国有31日来补考，也系有关各种非考的相关事情同大家来做提醒。亚内自非中心的记者会停电就要来开始的，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那我们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亲自来主持，好，那在指挥官的左侧是我们的副指挥官。副指挥官在过去的话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义祥庄副组长，指挥官右手侧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顺张副校长。那现在就请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进度。我要绿色才行。好，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387人解除隔离，那这没有什么新闻可以讲了哈。那今天就是就只要大家看到这个8乐嘛8个乐我们这是8天来大家都很乐那怎么样能够例行防疫的新生活让我们这个乐可以持续的增加，努力。那这是我们在很有意义，这是我们在应该是甲仙是吧在里面他们这些小农们所做的这个芭乐那我很欣赏这芭乐，就每一颗都不同的样子就代表台湾是很多样性、很多元性。好，那芭乐我们就继续在期待了期待继续都下去。那相关很多的这些开放的一些措施陆陆续续也都在检讨中那反正我们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除了这个谨守我们的防疫新生活之外，其余的在境内尽量都朝着可控的情况下尽量来开放那以这样的原则在进行。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东森新闻这边有两个问题要来提问。第一个提问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的时候说到，户外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想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另外是，如果县市政府如果遇到疑似武汉肺炎的死亡的案例的话，目前中央有没有规定这个检体要多久之内要出来？那如果在检体出来之前，遗体应该要怎么样来安置会比较好？是要立即火化吗？还是冰存等等其他的方式？谢谢。我想，新北市侯市长讲，这我想是在因为他内容里面还是讲，就是说，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那在户外的时候，那如果可以维持社交距离，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那还是照我们的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在进行。有关这个疑似的这个病例死亡之后。那就是检验的部分，其实检验就是要看我们检验所的一个的检验的时间，还有他从这个当地采检之后，再送到这个检验的机构的一个时间啦。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没有办法说，到底要多久之内要能够验出来。但是我上次也说过了，它并没有所谓的24小时之内必须要火化的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规定。它的规定只是说有疑似病例的话，24小时内通报。那另外就是这个尸体的处理是要火化或深埋那当然就是尸体的处理的话，那会由这个专业的这个丧葬人员来做处理。那他们会穿隔离衣，那针对尸体的部分会有套两层的尸袋那就可以送到这个就是在殡仪馆这边做先冰存以上。是。
就是请教指挥中心，昨天有提到说跟渔业署在下午有开会，那我们想知道说今天的这个结论是什么？那第二个是想问说，文化部已经把场馆开放的指引规划提交到我们指挥中心来，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的一个管制措施可以跟大家说明？谢谢。针对远洋渔船回到国内的港口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落实1人1室的居家检疫哈。那除了他船上必要留守的人员以外，其他我们就进到这个防疫旅馆去。那船上的部分呢，也是落实1人1室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来做处理哈。那防疫旅馆的数量呢，目前高雄市我们有请高雄市政府这边来协助增加到2000间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来因应2波啦哈，因为第一波是6月初到6月中旬是有渔船，那6月中旬到6月底7月初左右是伪渔船的部分，那其他是像小管等等那些是比较零星哈。那以高雄是最大量，那其他是宜兰跟屏东的部分。那我们希望高雄市这边能协助再去将防疫旅馆的数量扩充到2000。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是有不够的部分，我们再来调动这个集中检疫场所来做协助哈。那另外补助的部分，渔业署他们会去做讨论，农委会会去做一些研议。那初步建议他们如果没有办法领取到居家检疫的这个补助费用的部分，那一块就由农委会来做协助，那农委会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我想不只是文化部那各个单位都有提出相关对于这个各个所主管的范围内的相关的业务提出一些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一个方向。那大部分的方向我们都同意在整体，那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有跟他们在做进一步的沟通。那另外呢，主要在近来我们也是在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实名制。有些地方为了便于将来在开放的时候，能够在疫调上面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及时性，那跟不用说惊扰到太多的人，就能够很完整的把它做完全。所以在这个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不会被滥用的前提下，怎么样规划好一个实名制。所以有一点想就是说我个人就是在跟大家讨论，就是说这个实名制了这个名本身就好像就牵涉到很多的一些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真正的个字，我们需要是能够及时联络得上所以有一点希望把它改成这样好像名称改成所谓的实联制了实际可以联络到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规划应该是比较符合各自的保护跟我们真的在疫调上的一个需要。您好，那个中国时报想请教，就是美国有研究发现就是他们这个患者当中接近40%的人都有那个急性肾损伤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张教授，在台湾的患者当中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这边的应对措施如何？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口罩政策因为接下来还是会松绑，那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就是接下来的松绑会有没有什么样的步骤？就是比如说什么阶段会松绑什么样的口罩政策？那寄送口罩方面，未来会有可能再放松吗？谢谢。对不起，你说40%的病人有急性肾什么？我没听清楚。肾衰竭。肾损害吧。肾损坏，肾损伤 ，OK。好，那我们的个案前也有媒体朋友问过嘛，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肾脏细胞里面本身也有这个所谓 ACE2 的受体，所以病毒是有可能侵犯到我们的肾脏细胞的可是我们
的个案里面那没有太多明显会有肾脏的问题，那有少数重症的病人到最后会有一些肾功能受损的状态，甚至有所谓肾衰竭的现象，而需要靠洗肾来帮忙。不过这些个案数是相对是很少，没有这么多，或者个案数而已哈。那所以没有像美国的报告的这么高的比例。好，至于在口罩的政策大概实名制这个政策不变方向不变，但是未来整体在这样的一个管理上会走向更开放。那现在是有考虑我们对于口罩大概我们民生用或是我们公务用这样的一个数量，我们大致上能够掌握得清楚。那再掌握一些我们主要的一个战备量，那这两个供应全之后，那有点方向会走向上是一个定额的征收，定额的征用，应该是说定额的征用。我们现在是全部征用嘛，那现在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可以掌握到的需要跟战备量，能够非常的相当的确实的前提下，那改用变成一个定额征用。那定额征用，那剩下的相关的一个数目，一个是说各个厂商怎么样来分配，这是一个各个不同的一些我们的生产线有很多的条，那大家怎么分配这些的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是不是要外销，那基本上这是在财政部的一个管辖，所以我那边来做一个定夺。那现在整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战备量也趋于满足，所以大概未来的口罩政策是会更开放，不过实名制大概还是会继续做，那确保大家都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够买到口罩。先吧我想问一下指挥中心这边，就是我们国内的防疫做得很成功，然后也把死亡案例就是降到最低，但是还是有7名就是死者就是过世嘛，那就是这方面政府会不会提供一些慰问，或是给家属一些后续的什么样的协助？谢谢。基本上不会针对这样的一个传染病造成的一个就死亡的那特别订立这样什么样的一个抚恤或是一个补助的办法，可是我们还是有相关的急难救助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纾困在这一类，那最主要是在医疗费用，那是由国家来做相关的给付。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因为疾管署这边已经有认证健康指标维护旅行社，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认证的标准是什么？那已经发出了几家？然后交通部已经有跟我们这边提出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那个放松的办法了吗？那我们现在讨论的状况是如何？谢谢。目前这方面好像是交通部这边在规划那有认证的部分详细的状况可能我们还在跟交通部这边了解。那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放宽的部分，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大部分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那他呢有关他也说了，就是有关这个口罩部分还是会持续的这个戴是没有是还是会持续戴啦。那并没有说要先解除。好，这问题还是刚才统一的问题了就近来已经各个部会就为他主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或是单位他们都已经提出他们的一个草案那这我们也看过一次，那刚才讲过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们再来沟通那就会尽快跟大家来公布。指挥官好，中天提问一个问题请教，因为我们明天有那个就是午餐的约会嘛，对啊，然后那个大家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会特别选择就是这间卤肉饭？是不是因为部长您特别爱吃台湾的卤肉饭？这样，以上谢谢。
对，那基本上当然有很多的考虑了哈。不过这卤肉饭是一个本土的小吃嘛，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吃。我想在台湾可能每一个人都吃过不同的卤肉饭，我也吃过非常多种的啦。那每一样都有它的一个风味不同，我都觉得相当不错。那并不是只有喜欢吃卤肉饭这一样了哈，各种小吃啦、肉丸啦、碗粿这我都蛮喜欢的。就是这次的那个世界卫生大会嘛，虽然用网络的形式来那个，然后因为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还是没有收到讯息。那我们稍早是有说我们会希望能够力拼参加11月的实体会议。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跟我们讲一下？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口罩亲友寄到国外去，我们目前还是2个月30片嘛。那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这个他们很希望能够去帮助国外的亲友。那这部分我们大概何时会放宽？谢谢。刚才口罩的我已经就整体的政策的方向，就实名制继续做，那可能将来就是会我们定额的征用，然后就有剩下一定的额度，那可能是在国内来贩售或者可以外销，那这一部分就还没有定案。但整体开放之后，那这些都这些就不会有这些在另外就是说他买不够或寄送的量比较少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这样整体来解决这问题。对不起，那我们会不会有个期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5月，那我们大概可能是比如6月或7月是有个这个机会，因为国外很多亲友他们等的都非常的着急。谢谢。不会那么久，会比你讲这事情还要更快一点，绝对不会到7月那么晚。我现在讲我们的前提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战备量，都确实把握住了。那每一天的使用量，我们现在大概掌握的蛮清楚的。再观察1个礼拜，大概就很清楚。我们从4月9号14天9片，然后再购买的人，这样来看，我们大概第一次的这样的14天9片，那样的一个下来的话，大概平均大概我们大概那时候大概1个月下来，大家可以买大概平均大概是18片呐。台湾大概1900万人除了我们公务配送的之外，大概有买的是1900多万人，那平均大概是18片，所以大概是一半的量，那涵盖率是几乎100%，那是一半的量，所以我们尽量朝向一个更开放的一个路，好，那不过我们在参加这个WHA 确实就是我们持续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嘛，那当然它这次是一个视讯的会议，那我们努力到现在看起来得到邀请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小了但我们说还是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那接下来在10月11月可能是疫情的情况，那 WHA 这边可能还是会再补办一个继续的一个实体的会议，那不过要看他们整个的一个疫情因为在瑞士这边疫情仍然是蛮重的，那其实所以他能不能到时候可以开，这我们也大概持保留的一个态度。不过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积极的去争取。部长好，听 BBS 请教。部长，我们在这2天，昨天我们的那个防疫影片有新增了很可爱的儿童版，就是教小朋友怎么戴口罩，用儿歌的方式呈现。部长这几天也有跟小朋友访谈，不晓得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或者是觉得蛮值得一提讨论的？另外，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因为工作关系在很多个城市有隔离，他特别提到台北的疫情隔离流程做得最扎实，不晓得您有没有觉得蛮欣慰的或蛮有成就感的？以及明天因为您要到胡须章那边有一个活动，那不晓得现场我们的这个防疫的工作有没有特别做哪些准备或交代？谢谢。有大概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整个的隔离或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检疫的措施，其实我们相对都人性化了，其实如果跟各国来做一个比较，那所以我想说我们其实非常的得意的或者我们是自豪的是我们国民的水准，在没有非常强制非常暴力式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就能够达到很确实的隔离检疫，
好，那这是我们在整体在防疫上到目前守得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要很多人的努力，像我们昨天也提到，在第一线的我们的里长，那像的一些双向的简讯，那还有我们这卫生所的相关的人员，其实都尽了很大的力量，加上我们国民的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至少在世界上来评比是一个最人性化的一个检疫措施，而且达到最好的效果。那至于在小朋友们确实是非常的可爱。像昨天我也讲，就是说，其实我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鼓励。其实很大的一个比例大家也很难想象，大概有我看起来大概70%以上吧，都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生最多了。那学校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这个防疫跟自己该注意的事项都讲得头头是道这也是我们在能够可以看到小朋友那样的一个反应，就知道爸爸妈妈怎么教他的，学校怎么教他的那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怎么样。那也许等到这疫情更轻松一点，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比较其实都很感人的了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不过那实在是很多。指挥官，不好意思，寰宇提问，想请教，因为今天早上有不少的酒店8大从业人员去台北市议会陈情，希望能解禁，那未来会有相关的规划吗？以上，谢谢。规划没有，他们是陈情的那我们说我们对这有进一步没有，我们的规划就已经很清楚了，符合我们的条件的。那业者能够清楚的表示他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规范，有这样的执行力，那县市政府认为这样的一个审查在监督上面没有问题，那自然就可以开放。还是这句话，如果说还有疑问，那可以提到我们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新闻来以前像相关的县市政府有很多的这样相关的疑义，也都新闻来。那我们都一一会予解答。所以刚好金周刊提问，现在台湾的疫情已经逐渐稳定了嘛？那其实蛮多人会想了解，就是说国外的一些经贸往来，那甚至一些旅游到台湾的部分的一些开放的政策，想请问一下指挥官，就是说，昨天当然那个副总统陈建先生也有提到。各国交通往来解禁的一些标准，例如说疫情的资讯不透明，然后不公开、有疑虑等等，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可不可以再请指挥官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不管是经贸往来台湾，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的人可能希望来台湾旅游等等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做法跟时程？那快筛试剂的一些部分，会不会是我们接下来在一些政策上面的？有关于它影响我们后来就是说松绑的这个政策的一些关键了，谢谢。那个在国外进到旅游或是国人出外旅游这我们到目前来讲都大概还没有这样开放的一个想法了但是对于经贸往来的那这是我们非常积极跟经济部再来讨论这个事情的那我们现在也等经济部把相关的这些整个量能到底就是说如果这样子开放的某一个程度，那到底要多少人进来，那进来的太阳是什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可能必要性里面会是在经济部跟我们讲，那我们这边会来决定那个量能当然我们能够承受多少。然后第二个当然有一些相关国家都在倡议相关的一些旅游都怎么样来做一个互相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流动，那我们也愿意来谈因为这事情可以多谈谈不过多那个东西谈大概基本上的要件还是怎么进来怎么管理了，那当然会有很多的背景的因素等于它的一个安全性、资料的透明性等等的，那当然是我们在讨论的一个背景的因素。但重要的是进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个管理，那确保我们社区的一个安全。
部长你好，想请问一下，就是一直有在讲说边境嘛，刚刚再追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注意到日本他们那边除了几个大城市以外，自诉的就是说要求在家的解禁都稍微朝向解禁，可是武汉这边又重新全部要筛检，国际的疫情还是很多变啦。那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统整的规划，是说分区解禁，或者是要等到全球下降才可能边境解禁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措施？那目前对国际疫情，我们指挥中心是有什么样子的分析跟看法？然后可不可以请在指挥官稍微说明一下？大概在边境上面来这样的一个放松，那整体之而言，那一定是世界的疫情在这样一个比较控制的情况。可是在目前来讲，现在整体在全球里面，它还是有到达400万以上的一个感染的确诊，那死亡的也超过了30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去开放边境，那这是我们在目前的是没遐大了应该这样子讲了那至于有限度的在经贸往来呢，必然是在我们这个整体在台湾在这整个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那当然我们会积极的思考，不过因为这个量能都有限，因为必然是会管理的比较严格所以我们整体能够承受的那个量所以这里面大家看2个几公经贸活动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大的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帮忙这一块赶快把它能够弄起来。可至于在旅游的这一块，我之前也讲过，在旅游业当然能够开放，那整个航空啦，或者我们的旅社都会相对的好。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在旅游我们积极先把这国内的旅游、深度的旅游、文化的旅游把它做起来，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也虽然痛苦，但是也会有所精进。那未来在开放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享受这个果实。所以我还是在强调，旅游的这件事情，除非在世界整体的情况下看起来还不错或者某一些特定的国家情况跟台湾是这样子可以相匹配的一个情况下，那加上一个量能上能够接受的管理的原则建立的起来，那才会来考虑这部分的开放。但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还是如果是部分开放的话，它必须跟台湾要达到所谓的零确诊的相关，我们才会针对个别国家。那基本上还是采全球疫情的分析来做边境的开放管制，是这样吗？整体的形态在变的时候，那当然不免就是说会从小规模的一个启动嘛不过我刚才也跟大家来报告过，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能够小规模的启动，事实上对整体的产业的帮助并不是那么的大当然不是说因为不大而不做，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段经贸往来的这一段能够先把它确确实实的做起来，那才会考虑到下一步。那至于刚才有记者在问到说快筛这一直在讲过，这快筛就是说能够很快，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又快又准能够有又快又准的，我们都不拒绝不过目前来讲，这样的产品还是相当稀有性，甚至我们看不到又快又准的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那至于刚才提到，就是说明天的相关是有规划，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大家拭目以待疫情治理中心有宣布的台湾境边系无确诊，据说呢，多位境边位置台湾已经连登半年都无确诊呢。今日的治理中心呢，记者伫现场呢，给主要标点8粒的8例，希望呢未来庆祝也安好成绩。
就这批中心的统计，台湾呢都也哈比这总统累计呢有443人来确诊呢，嘅总共呢有73人死亡，韩国有383人来解除隔离。一个係呢係啲衛福部面書行來發嘅鴉片文章，當個呢一個衛福部嘅小編啊，佢主要同大家講，希望呢大家繼續來打拼，繼續來維持安好嘅成績咯。而家呢，記者會現場呢有記者來問到講，一下呢認真聽聽關於疫情漸漸嘅有卡翻呢，同到地方政府一下呢都動啲考慮為開始來解封哦。像喺新北市呢，佢就行啲動頭前，佢就同大家講，假使呢大家呢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啲往外就唔是帶罪呢，針對按用嘅新措施嘅指揮中心係用嘅來看咯。剛剛的記者會當中呢，指揮官就同大家來講到，其實呢新北市嘅解封，佢係有條件呢來解封，清楚有呢就係講清基本的防疫措施嘅防疫觀念，含係外來做到，就係講從係保持社交距離，係講呢地方度假使人卡多所在，含係強用外帶罪呢，但相地方外人卡無按到無按減嘅所在，張卡唔是帶罪呢，故種呢也未係一個地方政府配合防疫行政的運動來提出來進行的防疫的措施。學生呢認真講，一下講到一個防疫行政法到台灣用嘅來做呢，嘅衛福部呢啲近邊沒有發出鴉片文章提醒大家呢，新主要呢就係講為做好防護，希望呢大家開始來投入新嘅成法，就係講嘅防我也韓國有幅度，除咗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以外呢，其實呢就係講，真廿八以前呢對大家心情來講都造成動態嘅影響哦。嘅假使呢民眾有知道講，自家呢有卡小夫，還可以有卡緊張時節、亞時節就要特別來注意哦。嘅衛福部呢就提醒大家講，大家情緒也皮膚呢都會為注意嘅，仲係為好好照顧自家，為鼓勵其他人。假使呢啲防疫亞期間知道壓力有掉沒有乜嘅問題，有乜嘅保險卡少嘅東西，都做得同大家來講出來哦。係講呢，自家呢未為來面診啊，為自家呢來想辦法，未做得前人來聽數，強下呢來面對問題來好好處理嘅新冠調對壓力，韓國有相關嘅社會壓力。然後呢，仲係身體一部分呢係當重要哦。就係講一下，其實呢疫情卡翻呢，大家呢做得較強鬆嘅出去運動嘅，故上呢大家呢就做得啲防疫行政法運動期間，做得呢利用連休假期有限嘅時節，做得呢出去行行聊聊啊，按用唔但想身體會較好，心情強用未會較好，也就係啲防疫行政法一啲衛福部為提醒大家為來做到嘅事情。好，以上呢，我就繼續來關心有關國際上疫情的情形消息。最講呢，雖然講一下全世界疫情已經漸漸的有控制下來嘅，唔過啲廿幾年中國沒有發生本體假知道講有地位嚴重嘅消息。最講呢，一下大家其實當講講一啲中國嘅片，係咪疫情又再過來別快來？按用時間呢，其實先主要係發生啲中國的吉林省。因為中國的吉林省每幾件地方政府優先部位為全面來進行封鎖。本來封鎖的主要原因呢，前主要呢就吉林的5月初七到5月13日期間，總共呢發生呢21例嘅一個新增加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佢分別呢係喺吉林市嘅舒蘭市發生呢14例，韓國呢啲鳳南區係出現呢7例，佢其中呢含有幾例加條呢係群體感染。一呢本體價清少嘅，就講一下呢有動到感染人呢一下都忙前多。嗰種呢就講，一嚟武漢肺炎呢會再個呢對中國嘅片再個別塊來會檢測更厲害。嗰種呢中國政府呢未宣布會針對吉林來提出相關的封鎖措施。一封鎖措施呢，前主要呢就講像客運啊、韓國有從旅遊入閘一條相關的態度總的繼續來行事嘅。韓國呢從係啲夾嘅同其他省、夾嘅同其他地區、夾嘅所在，一啲相關人員未總地前才來出現。留一個疫情控制啲吉林區嘅女僕，希望呢對同樣呢留一個疫情控制下來。稍後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吉林市疫情人數隨着防治疫情擴散，13號分享分數車廠了後，吉林市嘅宣布14號起，露天嘅菜市場全面關起來。露天早市今天起全部關停，早市開啟的時間將會根據疫情的情況另行通知。
政府官方参军疫情通报，13号增加3日本土病例，吉林市这日辽宁省增加2日。认为伫参吉林市疫情严重，13号起，吉林市宣布比照高风险地区禁止展开全面分享。吉林市火车站全面停开，要求嘛停密头少少。另一类吉林市的本土病例和辽宁省的病例，嘛和输卵控股传播相关。中国嘛加派防人员免进驻输卵室，给路马龙没人养出防人员免的小兔。现在分3个地方，有牡丹江、绥芬河、苏兰。现在来了，我带了7个人来，现在看需要多少就地组织。不管是谁，出来一查一等，一查一等，通行证1天就作废，这个人非常恐慌。因应吉林输卵的疫情，跨省传播到辽宁沈阳市嘛宣布，针对吉林政府沈阳的人，含可进病例接触的人，一律加里21日进行3遍核酸检测。近10天，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减少了22%，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均低于20例。但是，本土聚集性疫情中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仍然在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记者会面上讲，20年代无症状感染的人减少22%，新增加无症状感染的人加以20日。坦白讲，本土群境疫情密切接触的人支持在增加，官方嘛支持在签吉林本土案例的感染源。记者陈书明王德深圳的报道。其实对中国这个表出按严重疫情，其实呢，亚下呢，伫东北部地区同多的地方政府呢，亚下都动扬心，都动上网提出来相关的防疫措施。因此看到呢，从迄啲查条鸦片都有一条相关的防疫人员，还有从警察的一条都会起啲查条附近呢，我来呢来禁止一条相关人员凊彩来出现。然后呢，大家呢就见讨论讲，到底一个基本性，到底会用的来表出亚白疫情，就有人认为讲，可能係一个无针条的分扎。呢条无针条分扎呢，也就係有可能對其他省，無就係對其他國家係融入到一個紀念嘅片，將留一個疫情來拆開來。其實呢，一下一條咁樣嘅行嘅技術追查當中呢，就係中國政府呢未動啥忙，就講講一個中國這個別出疫情，故說呢一下防疫嘅相關措施，一下未係動嚴條，亦係有關啲中國嘅片進行嘅情形。三個呢，這個我來看到係國際紅嘅相關消息。雖然講呢，一下全世界疫情已經漸漸嘅看起來呢，已經有卡跌咧，不過呢，啲確診人數還係繼續啲增高。因此你看到呢，一下全世界確診人數，一下呢係總共來到係44萬人里哦，還講呢死亡人數未來到係32萬里安多。一下一般呢，啲南民族地區有啲國家其實講，嘅確診人數係增加到東腳。鴉片呢就係啲巴西鴉片呢。巴西亞一部分呢，嘅政府嘅防疫措施，其實呢就同地方政府、中央同地方開始有異樣多，就前主要呢就針對講，一條地方政府呢希望政府愛較實名地位，愛較嚴嘅地位來做好相關嘅防範，無就係防疫措施，為防疫情這塊來。唔過呢，中央政府係認為講，一啲防疫措施可能會對巴西嘅經濟造成影響，故此呢，其中因為講大家來解封，就造成呢也一部分其實巴西嘅確診人數係勁增高，因為巴西確診人數係總共來到22萬例，韓國有死亡人數係來到13900人例哦。其實呢，第24點鐘內嘅巴西就已係增加差唔多有11000人例嘅確診，係對疫情發生到今，其實呢係猛是按高哦。韓國呢，前主要就講，政府呢雖然講有條嘅地方政府還係動嚴條來實施一個封城措施，唔過呢中央政府係同大家來講嘅，仲係用到嘢韓國有從體條南某一點，一部分呢還係早定呢本營下，也係講本親戚朋友入去看咯，一部分管制就冇按嚴嘅，就講講亞嘅蔬菜有可能會變做防疫防唔到蔬菜，故所呢就引起有條人開始來抗議來看呢新聞報道。巴西武漢肺炎之前時控，連24點鐘之內增加超過22000個確診，係解決單日新高紀錄，加起來超過19萬人確診，係全球第六大確診國，做下23000人確診。但是總統保索納羅說30堅持講，天線房、鐵頭店還有沙龍店算係比較開放商店，在冇受封城令影響繼續營業，引起爭議。Saúde é vida, tá? Academias, salão de beleza,
cabeleireiro também, que isso aí é higiene, é vida. Essas 3 categorias ajudam mais de1 milhão de empregos。保守党认为，那系列的企业所行嘅人关门，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比疫情更加严重。甚至研究人系对到地方政府，讲那系要主张唔同意，反映对其提高。面对死亡人数见到增加，医疗体内看唔强，但是巴西一直冇实施全国封锁，部分地方政府唔管保守党了，将才宣布强制封城。Ficar em casa para quem pode, legal, sem problema nenhum, tá? Agora para quem não tem condições, a geladeira já está vazia. Tá 3, 4 filhos chorando de fome, isso é desumano. O cara tem que trabalhar。但是还能就动到巴西民众认真遵守基加隔离命令，到巴西天意太上理事市政府同天然公司合作派函通天然险上费，红桥豆腐卡省的村外民众是唔事前看天然。Achei a iniciativa ótima, até para quem tem criança, para a gente distrair pouco。天然公司负责人员冉太讲，大家3万对抗病毒，今日是照顾心理的层面，为疫情受苦民众提供艺术安慰。记者林浩仪编辑。今日的新闻都方，而且你看到呢，其实呢，巴西总统保守党呢，加态度呢係當強硬哦。而且同大家講嘅，雖然講呢也防疫當重要，不過呢，一般民眾呢，假使封城過後，有啲人不卡都冇東西好食咧，嘅話用嘅時候，係講呢，從一條做美容嘅啊，從係同人剃頭那麼嘅，一條呢，假使冇同人來剃頭那麼，一條成分可能呢，你會捱唔下去。故所要考慮到經濟嘅部分，故所呢就決定來無留一嘅封城措施做到按嚴條，我哋一部分就造成呢防疫行嘅問題，當然就同志面講，第三來假使巴西嘅疫情近來更嚴重，為用加上咯，佢對民眾生活又造成極大影響，佢又為用加上咯。而家呢就嚟倡導，伊哋係啲巴西客家僑胞，一個僑胞揾到劉淑竹，相見呢來同大家來講一下啲巴西嘅片廿部呢，可能啲大家看到嘅生活情形係樣嘅咯。台灣鄉親大家好，我係劉秀竹。你下喺巴西，我帶到巴西南部一家城市佛西多伊瓜蘇，安到福斯市。禮拜個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全世界都很嚴重。但是聽到人講，還是掌握最嚴重嘅國家是喺巴西。巴西嘅中央和地方嘅政府意見唔合，總統以經濟為主。佢希望全部跟人民照常生活，工商業照常營業。所以總統的支持者是聽到總統的腳步去做，但是總統佢冇想到，武漢肺炎人傳人很嚴重。上日的衛生部長知道總統的意見，佢認為總統安樣做唔得，問總統問題。衛生部長和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非常認真來對待禮拜個新冠狀病毒。我哋位市長從3月17到4月17，佢公布所有的百貨公司、學校、教堂，韓國所有做生意的全部做唔得開。四川的超級市場、油站、藥房。韓國外賣餐廳做的營業，佢希望所有的人民冇事情冇出去，盡量留到屋企。我哋為超級市場的東西、家私，然後平常供應，冇客。安尼哋為台灣的鄉親，然後安尼台灣的僑胞，大家親好。目前為止冇人感染，希望台灣的鄉親的關心。何非常感謝劉淑竹劉小姐同大家帶來啲巴西嘅片嘅情形觀察咯。其實咧，亞太港清強嘅巴西係乜嘅咯？其中有呢大家清強，就講一開始表出疫情嘅所在係啲中國，下來呢係美國清嚴重，亞呢清強就講巴西可能呢會係下年疫情清嚴重嘅所在。剛剛呢，劉淑竹小姐啲影片當中呢，沒有同大家來講到，其實呢，一下
巴西嘅片防疫清台嘅问题，就讲中央同地方嘅片嘅其实呢係意見加唔多嘅，嘅針對防疫嘅態度係無共用嘅。唔過呢，就算講中央向外來開放經濟，一下呢要同到嘅地方政府限係呢東南條嘅來執行相關嘅防疫措施，就像係大家呢做唔嚟出去買東西，未大家呢未做唔嚟去交通，希望呢為希望來嘅疫情來控制下來，未希望呢也保呢啲全世界各地嘅人呢客家僑胞，都做得呢來好好照顧自家，大家呢都係來平安空間。咁以上呢就係引進俾呢客家新新聞，同大家來整理有關疫情嘅情形重點。希望同志朋友都會天公早晨9點半嘅時間，繼續來收聽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嘅情形疫情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fe，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